建豪，今日中秋節，唔少人都會夜晚出街賞月喎。係啊，思齊。不過今年嘅滿月咧，唔係喺正農曆15㗎，聽日先係最圓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啦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高氣温介乎26.9至到29度。至於最低氣温就介乎25.5至到27.5度。轉睇下雷達圖啊，高空反氣旋正係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，另外驟雨影響廣東西部沿岸。強烈熱帶風暴麥德姆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。預測大致多雲，初時有兩陣驟雨，日頭部分時間有陽光。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，新界再高1-2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南風。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。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，持續酷熱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7，強度屬於高。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天氣。澳門驟雨，珠海多雲；中山江門多雲；肇慶佛山多雲；廣州東莞天晴；惠州天晴，深圳多雲。先講到呢一度啦。